有嫌犯甲警方发生着枪战。昨深夜12点外，警方接到通报，有一个小姐被掠去关伫旅馆，就出动4个警察到场。是一个小姐来开门，伊甲警察暗示讲，伊就是被掠走的人。警察第一时间甲伊带离开现场，但是房间仔底并无看到嫌犯。原来伊秘伫咧便所，甚至伫咧逃走的时阵，甲警察开枪开3枪，警察是开7枪来回击。弹到嫌犯的肩胛头甲大腿，这个嫌犯当场就晕伫咧涂骹，即卖还咧急救。讲这个嫌犯的大动作，甲被害人为桃园掠到宜兰控制行动，竟然只是为着8,000块的债务。嫌犯向员警开枪，双方伫对战，员警我入壁，引神以台。所以嫌犯举枪直接向员警冲过来，员警把握时机随开枪。嫌犯着枪倒伫涂骹，疼甲哀哀叫，员警赶紧打进前甲压制。这个地点伫宜兰大溪这间旅馆。昨天那个是枪声哦，我以为是人家放烟火，而且，还蛮多声。听到是枪声，人客拢惊一条。原来是警方伫半暝12点外接到通报，有一个小姐被人掠去关伫旅馆内底，随出动4名警力到现场。一个到旅馆的房间门口来开门的，正是被掠去这个小姐，伊甲员警暗示讲爱救伊。员警该救出来了后，事后入到房间内，这个姓杨嫌犯就秘伫便所内，一个看到员警，随冲出来到走廊，并且向员警开3枪。第3发的枪支卡掉咧，员警冲进前开7枪。这个姓杨的嫌犯身中2枪，分别是伫正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大腿，一直流血，被送去病院伫急救。这个小姐就是伫桃园这间旅馆被掠去的，因为伊的前男朋友欠姓杨的嫌犯8,000块，就将人约出来谈判，再佫设局为桃园掠去到宜兰。加在这个小姐被救出来时无受伤，因为嫌犯是安怎会有枪，甚至有毒品，这变成警方追查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